弟兄兄姐，大家平安。咱实在真欢喜哦！今日是相连妇女甲因服侍的时阵。伫咱少年的时，咱服侍；伫咱年长的时阵，咱嘛服侍。因为咱的主实在是值得咱服侍，也互咱充满气力。这是伫咱礼拜前，咱三甲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你的阳光亲像清早的日头，照光阮。虽望阮有时阮会软弱，但是当阮仰望你的时，阮就得到气力。主啊，阮实在欢喜伫主你的殿院的中间，因为伫这个所在，阮充满平安，阮嘛充满喜乐。恳求你帮咱带领，扶持阮软弱的手，互阮伫服侍的时，做主你好的器具，达得主你的欢喜。祈祷奉主啊所叫的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开始咱来进入咱的练习吼，351首，351首，上主的水泉满满，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最满满，要想思丰盛的画面。其他人所欠，你要收束，予你甲我无欠一件。主的水泉有最最活，咱改变的是我命，隔壁大树地也免飞花，求主能来我高野。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千千奇妙的平安。伊说的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搭希望。上主的水泉满满啊，若是倒位来高大，阮会要满满到伫啉酒。2礼拜前吼，我参加演讲比赛，伊的题目是一枝草一点露。咱知影吼，草啊若无露水，伊袂活袂出来。咱就是像一枝草安尼。迄个露水是啥物呢？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啦，对无？我先仔才有这个灵感呢。几啊年前，我报看运动。一头一枝草咧，拢完全拢阿摩土，我咧甲困好，一捧仔尔啦，一捧就一枝草。所以咱若有得到上主的露水，咱一定会活甲真有活命。
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有水的露水灌入伫咱的身躯顶。过来，咱来唱613首。这首诗歌是伊是一个律师吼，伊住伫美国的芝加哥，伊的名叫做斯波夫，伊也是一个诗歌的作者吼。伊有一遍那个芝加哥那个大火，因兜差不多拢烧到用要去啊吼。但是伊是个足虔诚的基督徒，还阁会当帮忙个无家可归的人，伊足专心投入这个福音的工作。啊，有一遍伊知影牧师伫英国啊要报道，啊我要帮忙吼，因太太身躯不好，要带去英国遐欧洲遐调养身体。啊，要出门的时候，拄啊伊有特别的代志，因太太甲伊4个囝拢生气，总是呢。起到一半的时，因太太坐驾船，含另外驾船烧拢。啊，太太批一个信讲，我要伫咧，但是4个囡仔无去啊。听到安尼，伊马上赶去澳洲，
你想，咱若是伊，是啥物心情呢？所以伫即个情景下，伊怎啊写出即首诗歌？我感觉即首诗歌真好吼。伊最后即个解说写来讲吼，真安慰吼，迄个心灵失去的人吼。我这边几啊年前足久啊，伫我的亲人告别式的时，听到即首歌，我感动甲非常的那无使吼，真正得到安慰。希望咱真正的照即首诗歌所讲，经有时咱经过美丽亲情好见，但是有时阵咱嘛会拄着风雨。希望咱有主耶稣基督教咱伫地。最后，咱来唱这条歌吼，圣诗28首，可能恁会若注意讲，我可能较爱唱囡仔歌啦吼，因为含囡仔斗阵的时，心情真着囡仔，尤其咱遮做阿公阿嬷的吼，看着孙吼，因若蹦蹦跳跳安尼，足欢喜吼。咱还要唱囡仔歌吼，咱的心情囡仔也足快乐的吼。来唱圣诗28首，圣诗28首，唱20多啊。千条波路，可怜伊艰苦，伊暗暝听谁家叫我，伊也稳当听我，天要听我，天要听我，我在天要听我，我在听谁家叫我，天要一定听我。演出水彩好歌，就那叫多草无后悔，我知伊也听我。天要听我，天要听我，我知天要听我。我知伊听谁家叫我，伊要稳当听我。好，练习到这哈。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心实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请咱做伙来吟信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赏赐丰盛的活命，
见仔人所欠伊要赏赐，互你教我无欠一件，请起你来用全手。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赏赐丰盛的活命。那人所欠伊要赏赐，互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得生活命。启比大所地美爱归回，祈求的人要得救呀。上主的水泉是咱拯救，有亲真奇妙的平安。伊说你着该领受平安，为你为我加项平凡。上主的水泉赐予咱人，但是咱为因袂孤单。恩惠美满满到伫恁中，讲起你我种族羔羊。咱了这世间毋免惊吓，将主家是生活讲过哦。上主的水泉使咱归来，互咱做伊忠心乐报。请坐。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国内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即摆咱来请陈胜雄长老来带咱来启议。三甲来启用，信息后面启用文第2篇就是诗篇第1篇。咱显着三甲来启用，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人的位，伊爱无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嘛袂打起。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即摆来请有道安兄弟来祈祷。
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敬爱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今仔日阮聚集伫咱的圣殿礼拜堂，共个伫主的厅的中间来敬拜你。我嘛即时阵享受属天的安息。主啊，阮相互团契，感谢你赐下丰盛的恩典，互阮经过的岁月内底经历你的信息。一段时间以来，你的帮赞、看顾、医治，伫相互一寡心灵欠安、心内无安稳的兄弟姊妹身上，补满了疼惜甲恩惠，阮深深感谢领受着。上主你的疼惜已经深入阮的内心，阮嘛体会主时时你帮补看顾阮，互阮的心安然经历每一天。回顾过去，阮无论伫家庭、伫职场上，也是伫教会中间，拢曾经历过主你温柔的看顾。未来，阮也深信你的慈爱甲怜悯必定对着阮直到永远。感谢你有双年妇女团契伫这个主日服侍的机会，求主你降纳阮所做摆上每一份的心意，祝属天的智慧甲平安的喜乐，赏赐互文山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这个时段的日子，正是青年学子升学或者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学习，亲像夏令营的活动、断线的活动，恳求主，阮的上帝，带领因用心稳定的学习，成长进步。愿阮的生命亲像芳芳的水，伫家庭中成做祝福的管道，伫教会成做彼此扶持的基体。求圣神继续保守阮的心怀意念，刚强阮的灵命，互阮的祈祷充满着快乐，前进的脚步有满满的恩典。伫这个时阵，阮嘛要恳求主，阮的上帝，高级高举，疼台湾、爱台湾的在朝为政的，或者在野监督的模式，伫国家百般困难的中间，有主你赏赐的智慧甲快乐，会当来带领治理兴旺台湾这个国家，荣耀主你的名。我让你虔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即马请陈大哥兄弟来带咱读圣经。这时，会长，请咱做伙来听上帝透过写入圣经的教示，
记载伫亚利米书17章第5节到第10节，我来读。耶和华安尼讲：既然瓦靠人用肉体做伊的手，伊的心离开耶和华的，这号人受咒诅，因为伊亲像旷野的路上，福气到的时，伊看袂着。要踮伫山尾大树的所在，无人徛起会咸地。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倚靠的，这号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伊的根到河边，炎热到也无惊。游园要青翠，伫大树的年，拢无挂露，搁结果子无煞。人的心比万米较诡计，歹到极头，水水会使伊啊！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试验人的心的。要照逐人所行，甲伊所做的代志，结果来报应伊。以上。今晚来请信歌队来献诗，双年团契跟妇女团契来献诗。伊要献诗是原主纯理信手。
今日咱要请李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幽怨清脆”，幽怨清脆。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一个真特别的主日，也就是双年妇女主日。透过这个主日，咱做伙同心来纪念，嘛做伙来思想这阵真古锥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内底的需要。所以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愿主你即时赏赐圣神伫阮的心内发出亮光，对阮生命内底的需要来甲阮讲话，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经来真正明白你，来真正倚靠你。阮将今仔日即个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保守带领。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伫讲道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恁感觉啥物物件愈新愈好？对恁来讲，骹头有，啊是啥物？哦，头脑吼愈新愈好，啊，搁有无？搁有啥物物件？若是讲物件咧话咧，物件，哈？厝哦，厝愈新愈好，哇，真正对。啊，搁有啥物？即摆定定咧讲迄手机啊吼，手机啊愈新咧，较愈好嘛，对不对？啊，搁有啥物？电脑愈新咧，走愈紧嘛，对不对？吼，啊，迄个相机嘛是对不对？买愈新的相机，伊的对焦就愈紧，啊，画质就愈好，对不对？好，安尼咱来想看觅哦，啥物物件愈旧愈好？啥物物件？人真好，哦，安尼你足好诶。啊，搁有无？朋友，对，朋友嘛，朋友是老的好，对不对？啊，搁有啥物？哈？啥物？哦，台积电啊，台积电愈旧愈好嘛。我是无写着台积电啦，我是写着茶嘛，对不对？啊，搁有啥物？菜脯。哦，国家哦，有历史的国家嘛，真好。好。安尼，咱来想一个问题吼，毋是想一个问题。我要甲恁讲的是，其实最近吼，遮少年人足奇怪。咱即马，咱知影啥物是 Z 世代无 ？Z 世代就是讲1997年一直到2012年，2012年左右出世的即段的人吼，因叫做 Z 世代，因咧互人称作是数位原住民啊，就是因一出世就有啥物网络啦，有遮手机啊、电脑等等的遮物件，吼。啊，最近咧流行一个一部分的人咧流行啦，一个叫做数位排毒，恁敢有听过？啥物是数位排毒？就是讲因无爱去活伫即个网络的世界内底，因想要转移到一个上单纯的生活。简单来讲是安尼，等下会讲着。吼，所以我来看，互你大家看一个物件。即支手机啊是啥物？其实应该是有即支手机啊，毋过因为即马吼有制作智慧财产权的部分，所以我无法度将相片互恁看。我用 AI 画一个类似的。即个足简单的手机啊吼，伊敢若会当敢若会当拍电话、敲电话。啊，迄简单的上，啊传迄个简讯，啊毋过吼，其他拢袂当做，就干那安尼即几个功能尔，佮有啥物记事本等等的，足上简单、上简单的功能。恁敢知影这一支手机啊卖偌济钱？来开始竞标，一支手机啊偌济钱？这足简单，无其他的功能哦，你嘛袂当耍游戏，你嘛袂当。个人嘛袂当用 LINE 的款，啊嘛袂当看迄个手机仔的购物、虾皮、某某拢袂使，干那就会当敲电话、传讯息安尼尔。偌济钱？2000块，过来，3000，无行情，过来，5000，无，我要讲复杂，无我讲到讲袂了，21000，2万1。啊，毋过即支手机仔吼，伫美国哦，卖甲欠货。连即个设计即支手机仔的人吼，拢真意外，讲奇怪，竟然原底是想要设计互老人来买，对毋对？结果拢是少年仔咧买啦。
因为迄当时迄阵少年仔因咧流行一个数位排毒的过程，所以因拢想讲，我要用上简单的手机啊就好，我无爱搁用迄个 IG 啦、用tweet啦，啥物有诶无诶，因为我无爱搁受到啥物即个人际的比较，也是讲伫网络顶悬的迄种互相的比较啦，比较你的生活较好，你搁出国啥物的，因拢无爱啊，因无爱搁受到演算法的控制，因嘛无想要伫即个人际的关系、网络的关系内底。每一工拢过甲真安尼迫迫、焦虑、惊吓，所以因着要对即个所在安尼跳出来，所以全部拢走去买这手机啊。过来，互恁看一个物件。等我一下，恁敢知影这是啥？傻瓜相机对不对？这是装啥物的？底片的对不对？吼，啊，恁敢知影底片的一卷吼几张？哦，恁拢代表恁拢有用过哦，真好，吼。所以即阵仔嘛足流行即种高水的即种底片相机，为虾米？真奇怪啊！咱迄个民祥哥用的迄种数位相机，一概拢翕一两万张啊咧，翕的无介意的，然后删掉对毋对？像咱即摆的少年人介意用这？这一台嘛无俗呢，2、3千箍呢。啊，为虾米因介意用这？因为因认为吼。有数量的限制，因才会好好认真安那去感受、去构图迄个画面，然后因还会伫即个中间翕出因认为上好的画面。因为有即个限制，所以伊迄个底片翕出来拢旧对毋对？吼，安尼看起来安尼就有年代感呢。因感觉这安尼翕出来就有灵魂呢，吼，对毋对？更加有迄个感情。所以吼，其实我发现讲一件代志就是。有限制，才会显现伊的价值。无论是这也好，也是讲手机也好，其实即摆少年人嘛开始看到讲，其实有某一种的限制，伊还会当活真正看到即中间伊真实存在的迄个目的，甲其中的价值到底是啥物。所以透过安尼传道要甲大家表达的，就算讲是即个世代拢是咧追求新的事物。追求更加方便、有效率等等的方式，总是旧的甲老的，毋是，应该毋是讲老的，较有年代的啦吼，较有年代的，伊永远拢有伊存在的价值，甚至是充满伫咧少年的时代，互因会当欣赏，互因会当追求，特别是要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价值。所以咱做伙进入到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底来看，今仔即个经文上帝上帝伫即个中间记载讲，圣经记载讲，犹大国因面对着真大的即个政治的即个外交的困境，咱知影讲因差不多要灭国啊吼，所以甚至伫迄个时代因为因长期拢挖靠家己的溃烂，挖靠因的拜偶像也好啦，也是讲用政治的手段，想要来得到互因的国家会当更加稳定和平。总是恁看到圣经，因敢有真正和平？无咧，伊嘛是互人拍过来，搁拍过去，拍过来，搁拍过去，对毋对？所以无论伊挖靠埃及也好，还是讲巴比伦也好，伊拢无法度得到真实的一个和平的平安。所以今仔日的经文是上帝对伫人的选择所提出的一个教示。这段经文为咱来展现两种无共款的选择，搁有两种无共款的结果。咱先来看第一种的吼。伊讲第一种人伫第50到第60讲，上主讲，即款人伊挖靠的是伊肉体所做的手，伊的心离开耶和华。伫即个上主是要讲，伫遮是上主是要讲，犹大国的人挖靠的是世俗的势力，用人的想法，用人的方式、聪明、手段，想要加做因家己的挖靠。伫即个原文内底，伊即个人吼，伊其实有表明就是勇壮的少年人、勇士的意思。当咱读到原文的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讲奇怪，为虾米伫即个人内底，伊要特别写的是一个勇士、勇壮的少年人？这互我想到一个经验吼。你莫看我安尼肥卒卒，其实我少年的时阵是真勇的吼。我毋是我少年时阵咧做迄个太阳能热水器吼，拢爱搬足重的物件，对毋对？吼啊，拢爱搬迄水塔啦、迄个太阳能板啊等等的吼。啊，迄当时我咧搬遮个物件时，我拢足有气力，足有力的，拢安尼凊彩搬拢会使。啊，毋过我师傅拢会伫边仔甲我讲安那，你莫咧出戆力啦，对毋对？你爱用头壳去搬，亲像安尼，我就是即个安尼一直搬，
啊，伊就讲你着安尼就会使，足方便的吼，简单，对毋对？所以伊就开始伫边仔甲我教一寡方法，互我用头壳去搬遮的物件，较袂去受伤，较会当做久长，对毋对？吼，所以我感觉伫即个经文内底，我嘛看到讲即个意思呢。上主的意思是讲，你莫以为你即马足有气力、足有才调、足有能力的，特别恁遮你以为你是臃肿的少年人，会当来做遮的代志。总是上帝讲，伊是一个上帝亲像一个老师傅讲，你爱安怎？我靠是啥物？我靠我教互你的遮的物件，我教导你的遮的知识，我教导你遮的方法，你就会当足轻松来去做遮真好的代志。吼，总是犹大哥敢有听？无啦，就是无听还会安尼嘛，对毋对？吼，所以因用戆咱吼拼到最后，上主讲，恁要亲像伫咧旷野的路上，福气到的时阵，伊看袂到，要踮伫沙漠、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的咸地，也就是讲，因的性命到最后要孤单。绝望到死，总是我靠上帝的人就无共款。我靠上主的人，伊要亲像水，一丛树仔栽伫水边。上主真介意用迄个即款的迄个画面来描述我靠伊的人，对毋对？伫对，阁有比如即件代志。今仔日有读到对啊？诗篇对毋对？是嘛有讲咱就亲像栽伫溪水边的迄丛树仔安尼，对毋对？好，若是安尼。即个树仔栽伫水边，伊就会变做讲，就算讲真炎热，伊嘛无惊，因为伊的树叶安怎，永远会青翠，伊永远会当结出果子，对毋对？所以伫打扫的年里内底，伊毋免挂虑，毋免惊吓，因为有溪水，成做伊能力、气力的来源。若是安尼，咱要成做啥物款的人？上主真清楚知影咱的心声的声音。伊到第9节到第10节，伊讲伊是监察人心的上主。咱所唱的敬拜，咱所做的祈祷，咱所读的经文，所做的宣告，其实随讲的、唱的，拢足简单的。总是咱的心有偌认真，其实上帝伊拢知影哦。这嘛会直接影响到咱到底是甲咱的性命栽种伫溪水边。也是栽种伫打扫旷野内底，所以咱想要成做对一款的人，恁想要成做我靠啥物款的人？其实答案咱拢知影嘛，对毋对？当然拢要我靠上主啊。啊，毋过咱要更加来深入来探讨一件代志，到底我靠上主的人，伊要怎样亲像栽种伫溪水边的树啊？特别是针对所有少年妇女的兄弟来讲，我毋望即段经文会当成做恁的毋望。无过是看过去恁的成就、恁的身份甲地位，也是讲看家己诚做无气力、无路用、无价值的。有时阵吼，伫教会内底，时常会听到兄弟讲啊，我老啊，我无力啊，吼，我无效啊啦，吼。我大概听到即款的话，我拢会感觉足艰苦的，因为我知影你毋是，其实你上帝创造你毋是安尼无价值的，所以吼，今仔想要透过即个经文来甲恁分享。有时阵我感觉，伫即个过程中间会看到讲，虽然恁当咧少年妇女的遮个兄弟姊妹，当咧经历着一寡身体的病痛、软弱、失去气力的过程，总是咱嘛会当来想，这是毋是亲像今仔经文咧讲，亲像伫咧旷野打扫的地的时阵，有炎热，会前一阵足热的吼，对毋对？所以亲像即个生活，咱做伙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看。即丛树仔，伊是要怎样伫即个真烧热的过程内底，永远会当青翠，会当结出果子。迄天我去上一个课，我找到一个真好的答案。伊讲吼，灵性，我感觉灵性就是即件即个代志的答案。无论是伫诗篇第1篇也好，也是讲耶利米书17章第8节也好，中间拢提到讲即个溪水，对毋对？伫犹太的传统内底，因通常会将水比如称做上帝的神，吼，上帝的圣神，啊嘛称做即个圣神嘛，称做是一个律法的象征。所以诗篇讲，迄个有福气的人栽种伫溪水边，绵立山树，也就是上主的律法。所以上主的话，上主的律法会当帮助人得到洁净，有行好的方向，引带人脱离罪恶所来影响的性命，
过来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圣神伫旧约内底，时常亲像啥物水安尼灌压伫人的心上，成做一个溃烂。也因为安尼，咱会当看做迄张树仔会当保持青翠也好，也是讲结果子无煞也好的原因，就是伊栽种伫迄个溪水边。即、个溪水边就是啥物？上帝的律例，上帝的话语，圣神的能力内底。所以咱要怎样来实行？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方向嘛吼。你讲的大家嘛知，就是爱读圣经甲祈祷，就是安尼对毋对吼？毋过到最后，咱来看到底要怎样伫生活内底来实行，真正将家己的性命栽种伫灵性的溪水边的即个过程。所以咱来先来了解，咱心中的神，也就是灵性是怎样来的。咱时常会讲身心灵，身心灵对毋对？恁敢知影身心灵要安怎？到底代表的是啥物？我要用一个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42到44节来讲。迄当时大家拢真了解即段圣经嘛吼。耶稣伫克西马尼河内底的迄个祈祷，伫即中间就看到讲新心灵伫耶稣的心上来展现出来哦。伊的身躯的是啥物？遮记载讲，伊的肝亲像大点的火滴落伫土骹伫地上，所以伊安那耶稣因为真惊吓。所以，伊真紧张，伊知影伊未来要当着的代志，所以伊的身体的心理的反应，互伊一直流汗，一直紧张，拼唱歌安尼。过来，伊的心是啥物？伊的情绪，伊的心情。伊讲：爸啊，你若肯，就将即个杯离开我，因为伊真正有惊吓，伊真正无想要去面对这一切真艰苦的过程。这是伊心，诚做一个人的心的部分。过来，灵的部分是啥物？独毋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得正。所以，这个灵性的生命，帮助耶稣超越身心两项的迄个选择，伊成做一个超越的一个选择是，总是我真惊吓，总是我已经紧张到想要吐，还是讲紧张到一直拼唱歌，总是主啊，我知影我的灵性，我的呼召是啥物，所以我要做这个选择，毋是我的选择，是你的选择。若是安尼，我阁要问，灵性敢若讲基督徒才有吗？其他的佛教徒敢有灵性？有嘛？其他的宗教敢有灵性？有对毋对？所以毋是基督徒敢若基督徒有灵性尔哦。其实所有的人类拢有灵性。这个答案伫对，伫咧创世纪有讲。创世纪第2章第7节有讲，上帝将活命的气分入去到人类的鼻孔内底，互人成做啥物？有灵有活命的人，对毋对？好，所以这口气其实就穿过规本的圣经对旧约分甲新约哦。为虾米我安尼讲？你等下来看，一直到新约的时阵，耶稣伫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2节，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这话了后，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所以伫咧新约的这口气是啥物？圣神的气力哦，领受圣神的生命的一个气。吼，所以耶稣找门徒要来做啥物？就是我的爸安怎找我，我就安怎找恁，对毋对？所以就是爱叫因活出基督的生命。对人来讲，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敢有真简单？无简单，对毋对？所以需要圣神的气力、圣神的提醒、圣神的启示，甲圣神的安慰。所以这互咱看到讲，上帝放伫咱生命内底内在的迄个神，对咱有一个真特殊的意义，就是对圣经内底的真理，咱会当发现讲，第一口气，上帝将活命的神赏赐互咱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灵性的生命，只是每一个人追求灵性生命的成长的方式无共款。有的人透过无共款的宗教来去互家己的灵性会当成长。所以其实宗教只不过是一个帮助咱灵性成长的一个方式，尔。上重要的是啥物？咱是有甲创造咱的上帝有真实的关系无？吼，所以。当咱真正真清楚知影，即口气是上帝予咱的时阵，咱就真正爱来超找
上帝所赏赐互咱即口气的目的是啥物啊？对毋对？吼，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透过圣经也好，也是讲上帝的话语也好、应允也好，咱来敲找伊创造咱的时阵，咱诚做伊的囝儿的时阵，当咱是伊听的百姓的时阵，伊对咱的性命有啥物款美好的计划？伊毋是白白创造咱的。因为安尼，咱会当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上帝伊创造咱每一个人，赏赐咱灵性的性命，是有一个伊看做好的一个目的。所以第一项就是第一个元素，就是当咱要活出灵性的性命，第一个元素就是咱起初的迄个价值。我用英文写是 to be， 就是咱的价值到底是啥物？吼，所以过来咱来看就是过来咱要看第二项甲第三项。第二项是啥物？也就是伫新约迄个圣经内底，咱看到讲耶稣伊差遣伊的门徒，要去活出基督。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咱的行动的目的，甲咱的方向目标是啥物？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耶稣伫新约内底安怎讲的，所分的迄口气，互伊领受圣神。即个时刻，圣神无过只是伫咧旧约安尼外在的开咱尔。圣神真伫新约内底，真做遮的门徒要活出基督内在上大的开咱。所以亲像一个电池安尼，有发出一个开力安尼。啊，毋过毋若是安尼哦，灵性的生命，咱讲领受圣神伫咱的内底。另外一个部分是，互圣神真做咱的保惠师，咱会当想象是教练啦吼，伊会当帮助咱教导咱要怎样活出遮个开力，来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所以第三个部分，我讲的是力量的来源。所以第二个叫做 to do。第三个 to take， 就是咧对耶稣遐领受即个开力来活出基督吼。所以这三个是有一个顺序的哦。过去有侪人想要用第二项，就是我会当做啥物，我想要做啥物来证明啥物。第一项我存在的价值是啥物？啊，毋过这会造成啥物？有时阵趁我使用遮个开力要证明家己，直到感觉面对遮个代志，感觉家己真失望。吼，所以迄天我有看册吼，有一个真特别一个牧师写的一个见证。迄个牧师讲，因教会内底有一个退休的一个老爸，伊一直要求伊的囝，伫伊的公司内底帮伊找一个啥物顾问啊，也是讲啥物啥物等等的遮个职务互伊。然后伊讲印迄个名片的钱，我家己出无要紧，吼，啊你只要互我即个抬头就会使啊。吼，啊伊就走去印迄个名片，讲某某公司吼诶顾问安尼，吼，啊伊就四过去分伊诶迄个名片安尼。啊，毋过一直到即个老爸去到因教会咧举办的遮个灵性的遮个讲座的时阵，伊想想我看，哦，我的价值毋是安尼呢，我的价值是因为上帝创造我呢。吼，所以伊就安那，伊明白了后，伊知影伊的to be是啥物的时阵，就是第一项的时阵，伊知影伊的价值的时阵。伊就无可需要靠啥物，伊是啥物，伊是啥物人，伊会当做啥物去证明啊，吼。所以即个老爸真趣味哦，以后来就甲名片拢断掉啊，伊就好好啊去参与伫即个教会的活动内底，啊活了真快乐，吼。所以今仔日团队要透过即段经文，甲恁分享其实真简单，咱好好啊来回想吼，伫咱逐种的生命内底的阶段内底，其实嘛拢有限制，对毋对？做囡仔的时阵有啥物限制？做囡仔的时阵，咱真软弱，甚至咱捌的有限，所以咱需要大人的引带甲教导。咱伫咧青年的时阵，咱有一寡想法，嘛渐渐咧成熟。总是咱犹原伫咧金钱啊、时间的分配顶悬，咱会需要人来帮助咱，咱有所的限制，对毋对？伫咧出社会的时阵，咱受到的限制是啥物？大环境啊。职场啊、社会的压力啊、现实啊，也是讲对伫自我的责任的限制。啊，而到你建立家庭的时阵有啥物限制？有经济的限制、家庭关系的限制、囡仔幼稚、囡仔浪费你的时间嘛，囡仔开你真侪时间的限制，对毋对吼？过来年老的时阵有啥物限制？身躯白疼的限制，对毋对？有时阵有软弱、愈行愈慢、退化的限制，对毋对？所以我看见的是，咱每一个人总是会有限制。
咱总是会生活伫即个打扫的旷野内底，咱总是有真烧热的风咧吹咱，总是灵性的生命若是健康，迄就会当真做咱伫咧打扫的旷野内底，悠远会当结出果子，甚至就是讲超越生命限制的超能力。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恁来讲，恁即摆的限制是啥物？今仔经文是上帝咧提醒犹太人，莫阁挖靠家己的方式，想要去证明家己会当生存落去，而是爱重新看待因起初上帝创造因的迄个身份，等于思想过去因的列祖甲上帝所立的这个约，然后恢复因生命身份的价值。只有安尼，因的国、因的生命才会当得到真实的拯救。啊，毋过因失去这个机会，总是咱每一个人咧。恁敢有愿意开时间去敲找恁生命真实的价值，就是迄个 to be， 恁生命真实的意义是啥物？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甲大家分享。有一个身躯变衰、无法度行动的阿嬷，伊一开始认为伊已经真剩等死的功能了尔，因为伊毋知影伊会当做啥物啊。这是因为伊用啥物，伊会当做啥物？想要去判断家己的价值是啥物，就是我头头讲的，用第二项想要去判断第一项伊家己的价值是啥物。所以伊认为伊家己是安那无路用的、无价值的人，因为伊变衰倒伫眠床顶。总是当伊领受到上帝放伫伊灵性生命内底价值的时阵，伊常常发现一件代志。伊讲：主啊，我要成做一个互人欢喜照顾的人。这是伊的祈祷。伊讲：我要成做一个互人欢喜照顾的人。所以对迄天开始，当有人来照顾伊的时候，无论是看护也好，医护人员也好，伊的囝儿饲细也好，哇，伊拢笑眯眯甲因分享：多谢你照顾我，多谢你，我拢有咧替你祈祷。我知影你真辛苦，吼，啊，你最近过了好无？伊开始用伊为伊会当讲话的即个方式去关怀、陪伴。遮所有咧照顾伊的人，所以所有的囝儿是细兄弟姊妹，都足介意去找迄个阿嬷的，照顾伊嘛，照顾甲真欢喜。所以伫即个中间，我真正看到讲，即个阿嬷虽然伊变衰，受到伊的身躯受到侪侪的限制，啊，毋过灵性的生命伫伊的病床顶开出一个真水的花蕊，开出真水的果子，是互身躯边的人得到满满的祝福。真正伫即个阿嬷的生命内底，看到上帝会祝福，上帝会听。这就是灵性超越的一个生命上水的见证。这就是伫咧打扫的旷野内底，咱会当所结出上水的果子。所以，亲像一开始我要讲的，就是无论新的事物，也是讲旧的事物，拢有伊真特别的价值。当咱超找到上帝放伫现实充满限制的咱生命内底真实的价值的时阵，咱会当得到迄个超越限制的能力，超越限制的眼光，迄是上帝的眼光，迄会当帮助咱恢复灵性的生命，帮助咱伫真炎热，也是讲伫打扫的旷野咸的地内底，咱的生命悠然青翠，咱的生命悠然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所以，毋望所有兄弟姊妹，特别是所有年长的兄弟姊妹，咱莫看真仔咱的身躯有啥物款的病痛，有啥物款的限制，迄真艰苦，我知影；迄真无爽快，真实际，我知影。啊，毋过就算讲是伫即个阶段，当咱超找的时阵，你嘛会看到讲上帝放伫你生命内底的迄个价值是啥物？上帝就会互你一个新的眼光看待，就亲像迄个阿嬷。互咱看起来拢无希望的，啊！毋过伊家己透过灵性的眼光，伊看到讲伊会使做的是啥物？若是咱的，咱拢还袂倒伫眠床顶安尼啊！咱一定有侪侪的可能性，是上帝会当透过咱的生命，会当去完成，去祝福别人，祝福家己的。咱做伙来祈祷。每一日陪伴阮伫咧生活内底的圣神保惠师。这是我们要向你来祈祷，愿主
你的圣神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发出亮光，发出启示，互阮伫阮的艰苦、辛苦的生活内底，透过你灵性所带来的快乐，互阮有一个新的看见，看见阮生命伫咧即个限制内底有超越的可能性。特别要将所有兄弟姊妹，特别是遮年长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当因向你祈祷、向你祈求的时阵，主你的圣神就互因看见、互因听见，透过主你圣经的话语鼓励因，互因知影因的生命犹原有一个美好的价值。你对因的生命犹原有一个充满美好、真水、有稳定、有平安、有喜乐的一个计划。愿主当因超出的时阵，你就互因看见。愿主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生命无共款的阶段的限制内底，阮拢愿意来超出你的生命，你所为阮生命所带来的迄个计划甲意义是啥物？阮就愿意来跑走进前，来军队助力。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主救你的话，坚了伫我心。请咱来唱信息613首，信息613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雨季，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雨季，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油门流目屎，若经过大风涌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要烦恼，心平安。请起立来唱全首。
请坐。即摆咱来奉献。请坐。这是咱来报告，伫咧报告的在先，咱来先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因后的是如愿要过果子，因的这满满是真脆，是篇篇14载。因后的是如愿要过果子，因的这满满是真脆，诗篇92篇14载。接下来请陈素娥姊妹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双福市今仔日是双福市的主日吼，所以咱今仔日有双联团契甲妇女团契献诗。啊，请兄姐为着咱乐龄英华族吼长辈身心灵健康啊，甲服侍关心大道。第二点，儿童主日学通知，本主日学礼拜了后吼，主日学伫旧堂有进行教务会议。搁课程的讲备吼，请主日学同工出席。第三点，
中执会开会通知，下主日6月初7中午12点半，伫地下室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与。第4点，全民急救教学课程哈。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护时间只有4分钟哦。所以咱教会有请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栅分队吼，来咱遮要甲咱训练，无学过的，请恁来学，吼。关键时刻吼会当救命的技能，吼学过的吼，请来定期搁复习一下，吼熟练迄个急救的程序，吼拄着状况，咱都无紧张吼，袂紧张，再把握迄个黄金时刻吼，发挥急救的所学。地点是伫咱旧堂，吼，时间是后礼拜日6月初7，2点，下晡2点到4点，吼，内容有 CPR 心肺复苏术，吼，甲迄个急救的观念、甲操作。报名截止到今仔日哦，吼。请咱要报名的时吼，伫礼拜后去1楼柜台填写迄个报名表。爱注明哦，咱是毋是有学过？吼，会记哩哦。报名到今仔日拿定哦。第5点，圣光事奉表吼，请各团契交下一季。自费表予干事，依例施工吼安排，吼期限是6月15号进行。第6点，文山教会夏令营信心跟随，营队时间是7月8号拜3到7月11拜6，9点。到下晡4点半。今年无要伫教会过暝啦，吼。出入学同乐会是伫7月12号礼拜日，活动对象吼是今年暑假了后要升国小1年级到国校6年级的小朋友。报名费用一个人是1000块，报名时间到6月14，吼，额满为止哦。咱嘛要报名的，会当刷这个扫描这个 QR code， 吼，伫网络内底报名。第7点，6月份的授签。咱有牵伫迄个第8页的所在，咱再来看。若有漏交的吼，那咱再甲咱的行政干事书分定级。好，其他交通甲大道的事项吼，咱再家己来看。咱若会当每一日为遮的兄弟姊妹。艰苦边疼的兄弟姊妹吼，祈祷。佫有一项就是奉献的方式吼，咱嘛会当用咱的迄个教会的账号吼来奉献，这样子。好，那儿童主入学，咱再家己来看吼。以上报告。多谢老师。报告的部分吼，牧师阁补充一解吼。
伫第4项，咱的迄个急救的课程，邀请咱证人拢会当来参与啦吼。这是一个观念吼，因为未来咱会拄着什么款的状况，咱拢毋知。咱参加，咱无一定拢学起来，咱到时阵会用着。总是咱会当知影迄个观念，然后发生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去应对吼。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咱的夏令营报名吼，是讲甲迄个6月14吼，总是即摆已经报名有34位学生吼。若恁厝诶有即种国小诶囡仔，因要报名参与伫夏令营，较紧报名吼，因为咱诶同工因咧统计，因有法度来负担偌济囡仔伫即个营会中间哦。因原本是定35名啦吼，不过即摆已经34名，但是要报名紧哦，吼紧，啊无因会随时会截止吼。或者是补充的报告的部分，咱来甲6月份的遮生日的兄弟姊妹。咱要来甲因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甲因祝福。请6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请你徛起来好无？无伫名单顶面的，你嘛是6月份的，嘛请徛起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唱较紧的，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着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拢甲我同在。我这时要甲6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同齐欢喜。上帝，你伫因出世的时。你伫因也未出世的时，你就为因备办迄个属天丰盛的恩典。过去的日子，看顾因咧成长，看顾因伫每一天领受上帝的祝福，互因的人生一天一天拢伫上帝保守下面。这时，我甲因同欢喜，嘛可以上帝你将迄个属天的恩典疼痛加倍享受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保护看顾因，无论因伫即个时期因的人生是如何，总是上帝你的疼痛，甲因满满地地，愿主祝福伫因的身躯顶，愿将6月份的兄弟姊妹因的欢喜，因的庆祝，愿拢跟因同齐欢喜，愿主亲身祝福，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讲甲伊讲一届。生日快乐，谢谢。之前咱来互相来请安。
家游玩徛咧吼，因为拄仔袂记个新朋友介绍，我真紧来介绍吼。来，第一位是翁淑慧姊妹，来举手伫迄个所在，咱欢迎伊。伊是为高雄真金教会来吼，是素这朋友吼，素儿姐金儿姐朋友吼，金儿姐朋友，歹势吼。好，过来呢，我其实吼爱互恁坐，但是恁坐落搁爱徛起来吼，所以我真紧介绍，搁有3位吼是青年吼。林胜辉兄弟，林胜辉在这边，好欢迎他。过来是陈以礼弟兄，好在约点的朋友哈，一个林祖竹吗？好，林祖竹的姐妹，好，约点朋友，好，咱看下算会了，咱再可以来互相请安啦，吼。好，这时咱来唱线边边的诗。394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安慰，甲恁正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礼拜只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